多謝主席。主席，剛才聽咗唔少嘅議員嘅同事講咗關於醫管局嗰個架構龐大嚇，咁啊資訊唔流通，透明度咧有待改善。咁我諗呢啲種種嘅批評或者係嘅感覺咧，絕對係有道理嚇。咁當然啦，梁醫生我哋啲醫護界嘅同事咁潘醫生絕對係有發言權，因為佢哋差唔多咧，對醫管局嗰個熟悉咧就係非常透徹。咁我自己做咗立法會議員2年幾啦，都先後去過好多次咧，呢啲咁嘅我哋嘅啲醫院啊。咁佢咧就唔係睇病，就去睇下成個流程係點樣。譬如話嗰時話醫院唔見資訊咧，咁我就睇佢個電腦系統嘅資訊係點啦。話去到醫院咧，見到咧嗰啲資料咧，浮來浮去咧，真係咧好誇張嚇。等候嘅病人又多，醫護人員咧又忙個不停啊。咁最近亦都跟呢個創新科技處處長去咗聯合醫院睇下點樣去用科技咧去改善醫院嘅一啲嘅運作流程。咁所以等等咧都係俾我自己親身嘅感覺咧，成個醫管局咧要管理咁多醫院，咁多嘅網絡，真係唔容易。咁如果用翻傳統嘅方法或者現有嘅方法咧，其實當中有好多嘅資源錯配或者係冇效率咧，呢個係可以想像。咁主席要去解決呢啲咁嘅問題咧，係咪靠每年不斷咁樣增加撥款就係唯一嘅良方咧？咁我諗作為一個負責任嘅局長，要有效嘅用公帑咧，絕對係應該除咗話擺資源之外咧，就諗下點樣去製造一個更好嘅平台，令到前線員工、醫務人員同埋整體嘅上上下下都能夠有效咁樣發揮。咁我自己特別咧就喺成個動議裏邊咧，就睇見幾點咧，我又好想回應一下。我希望咧局長真係能夠唔係成日話要撥款，而係真係諗下點樣能夠可以將啲錢擺咗落去咧，就用得其所。第一個我回應咧就係關於呢個改善區域網絡資源分配不均呢個問題。咁剛才其他議員都講咗啦，要解決呢個唔同個醫院網絡，一定要揾個 root cause 原因。點解現在係咁呢？咁其實要揾點解咧，一定要揾下現在啲資訊嚇。如果按照阿梁醫生咁講咧，其實所花嘅錢擺咗落去，嗰個錢擺落去邊度？用咗喺邊個成本單位裏邊咧？如果局長或者唔將啲資訊公開咧，其實就好難咧，就俾其他嘅議員或者俾其他監督嘅部門咧就去監察。因為如果一個企業有5萬幾人，有咁多嘅運作咧，一定咧要有好清楚嘅成本效益嘅計數嚇。所以咧，我希望咧醫管局咧能夠可以更加公開到佢哋自己使錢嘅方法，計翻出嚟咧，現在啲錢使咗邊度？呢個先係要解決網絡資源係咪平衡嘅一個第一步。當然當發現不平衡嘅時候，或者係有可以更加善用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剛才提議嘅方法啦，重新考慮撥款嘅運作機制啦。當然做呢樣嘢咧就會有好大嘅阻力啦，因為錢嘅資源一調動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去擺平。至於如果唔擺平啦，係咪就好似第三個提議咁樣咧？就係話將呢啲唔同嘅網絡咧，能夠可以建立一個機制咧，等到病人咧，就算跨區咁樣都能夠可以排到條快隊咧。呢啲點樣用好呢個資訊透明化，讓病人咧知道邊間醫院邊個服務能夠可以更加有效、更加快取到服務咧？我覺得呢啲咧唔難做嘅。我亦都問過醫管局嘅一啲嘅 IT 部門嗰啲嘅朋友啦，佢話做呢個系統絕對係好重要。絕對可以做，做完之後咧，我相信咧，亦都可以增加到透明度，讓到市民咧可以更加知道咧，點樣喺唔同嘅網絡裏邊咧揾到佢嘅資源嘅服務。但係當然做呢樣嘢咧，一定要有一個好好嘅個人病歷嘅系統。呢個咧我相信醫院而家嘅個醫管局嗰個嘅病人系統咧，就可以俾人哋喺唔同醫院咧同樣嘅睇翻佢嘅病歷嘅。我相信現在咁嘅設施咧係可以做到。主席第二點咧。我想提咧，就係關於長遠嚟講咧，一定係要推動呢個公私營醫療嘅一個嘅合作，令到現在嘅私營醫療咧能夠可以更大嘅發揮。按我一啲嘅調查咧，講緊咧一啲嘅諮詢文件或者預測裏邊咧講緊，如果用翻而家咁樣嘅 prediction 咧，推斷咧，過到2033年嘅時候咧，或者個公共醫療開支咧就會佔咗成香港嘅開支嘅一半。因為如果我哋唔諗下點樣去做一啲公私營嘅機構嘅平衡咧，到時
呢啲咁嘅需求嘅拉力咧，就會令到咧醫管局或者香港嘅各個醫院咧，公營醫院咧嘅壓力更加大。咁所以一定係要諗下點樣去有效去推動公私營嘅合作。咁啊，推動公私營合作就係做呢個即係其中一步咧，就係話嗰個醫療券啦，或者配合即係而家整緊嗰個嘅全民嘅電子病歷。我覺得呢啲咧都係急不容緩。咁啊，希望政府即係當時即係舊年嘅撥款咧，能夠可以盡快落實，即係做好呢樣嘢。主席，最後一樣我想提咧，就話希望即係局長咧，舊年咧喺財政預算我都提過啦，我都係希望局長咧即係睇睇其他國家擺喺資訊科技或者用科技去協助呢啲醫護人員、醫生、護士，令到佢更加提高到佢個效率，同埋提高到佢嗰個嘅醫護水平啊！呢方面咧，我希望咧就係多啲參考外國嘅數據，因為我即係相信或者感覺得到咧，其他外國國家咧就擺到科技上邊嘅投資咧係比例上面咧係高過香港。咁所以咧，我喺度建議咧，局長咧即係諗諗啊，點樣喺即係推動用科技，因為用好科技咧就唔需要咁多人為上邊咧嘅疏忽咧，以致出錯。因為咧每一次出錯咧，即係因為有人忙或者係掛萬漏一嚇。咁啊，所以咧有效嘅科技咧就會令到所有嘅嘢跟蹤得好，就唔好因為要靠人為嚟對嘢咧而出現錯誤。呢個咧對於成個醫護界前線人員咧，一有做錯誤咧，有報章或者傳媒咧嘅批評咧，令佢哋有即係一啲不必要嘅壓力。所以我相信咧，即係政府醫管局盡快做好嗰個佢嘅資訊系統，用多啲科技。我相信咁樣咧，就唔單止會令到啲員工會更加放心啊，咁啊亦都咧就提高效益，令到成個即係香港我哋擺咗咁多300幾億嘅投入咧，都能夠有更大嘅成效。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張國柱。